开始，一切动，祝天地平安，迎亲地个。位伫台南市安南区的高分仔高中小正式启动2期校舍空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。九份子地区人口成长非常快，然后这个九份子国中小它的一个学校的设立一下子就额满了，所以就有了2期校舍的一个需求。那感谢议会的支持，因为2期校舍全部都是都是地方的市政府自筹的经费。市府开始约3000万建设2栋4层楼校舍，增加学校学生的校舍需求。另外，也阁提供361个停车位，解决停车问题。那么，原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期校舍将全部作为国小部来运用，那么可以减少国中学生跟国小学生相互干扰的一个状况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利用的这一个西南侧的基地，也争取到中央前瞻计划的经费，增设了地下的停车场，作为社区的公共停车场。那么让我们周边的交通可以更为顺畅。我们呢，整个2期的工程跟地下有2层呢，操场下面地下2层的停车空间呢，整个是共构。所以呢，我们蛮期待的，到115年底，我们是希望啊。原定说到116。配合校园整体规划，停车场地面站将兴建标准200公尺的 PU 跑道、运动场、空球场，替学生和社区提供更加好的运动设施环境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